连续16档举办的落瓦群戏院的活动，每年分别伫个群新、喜秋、甲湾里3个所在轮流来办理。其中的重头戏风味餐，使用当地食材来入菜。16号暗时，伫个万年殿广场来顶场，吸引上千位民众来聚集，品尝上澎湃、上在地风味大餐。包括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以及侪位的民意代表，嘛拢到场共同参与。今仔日安尼，风正透，但是食烧烧上介好安尼，因为咱的阿海西阿海师伊的精心料理的风味餐，我想一定互大家非常满意。而且感谢咱万里店甲咱支持，嘛真感谢咱各位里长咧菜单的拟定拢有做到相共的，咱各位议员咱各位立委的秘书拢来遮共襄盛举感谢公所办这个风味餐，明年要定请早，因为我们这个秒杀这个本来是讲100道即嘛变151道。讲到咱万年的美食大家都感觉讲一直听头一直听头然后还有我们特别的王爷文化祭所以我相信都是大家努力一步一步，借着我们地方的主委大家的努力，才有今天这样的成果。所以今天你给一个风味，除了是昆喜湾的风味餐，今天多了一个味道，不一样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因为真的风很大。所以大家我进来，大家都有戴帽子但是这个永远难忘。昆喜湾风味餐的主旨表示，今年推出10道的料理，结合在地特色，包括新鲜的虾蚵还有凉刷等，每一道料理要让民众吃了欢喜。第一道菜就是五喜临门，第二道菜就是我们那个台南的特色料理鱼翅羹。然后我们今天有炒鳝鱼、茶青龙鳕鱼，还有一个那个我们的台南小卷，品那个白酱酥。南区公所表示，昆喜湾风味餐的美食今年主办场地伫个湾里的万年殿举行，伊嘛感谢庙方赞助每一道1,200块，互参加的民众会用以优惠的价小3800块。就用个享受价值5000块的风味料理，现场总共是开151道，民众一边品尝料理，一边还佫用个欣赏节目，互台顶甲台骹大家互相来互动，度过一个欢乐的美食飨宴。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